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晡日福喜类嘅节目。今晡日的图乡亲朋友做乜解咧？今晡日咧是夯骨頭。夯骨頭，大家可能對骨頭嘅認識係學標籤嘅認識。其實骨頭吼，比你大家想象嘅很好有意思，風景很好冇強咯。強咯今日繞牆度兩屆來賓來到節目地度，撈大家來分享吼。佢兩三年撈山都非常嘅親密，就啲香港。係馬上咧，家家來分享啲點解。提起界來賓，佢強咯係來自啲國立聯合大學觀光文化山呢。好，呢屆古先生分享。主持人，天师面前的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我係顧延水。分享先生，我要念你那個 title 有冇？都清楚有冇？哈，我念得還可以，還做得啦，哈。做得，還滿意。好，今日咧分享係你那個裏邊係你個藍色社冇個創辦人，我係你個李先生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三橋太先生。分享三橋太先生哈，觀眾你看哦，再一次大家看到先生嘅時節，說哎呀三橋太來了。就是這種感覺，三橋太來咯，就是三橋太先生。不過今日同大家來分享係跟山有關係嘅一件事情，講一下嘅爬山同歇山對兩位先生嘅意義，也係感受係乜嘢？因為我特別喺度試探吼，我就喺交通做行路，因為我就喺講人講咧，台山線佢喺南北的方向啦，但是去地方係東西的方向，東片西片，尤其講去到苗栗係西片，故說我就一定要切過嘅，也係人講嘅民豐山啦，切過去嘅片，一般行嘅時間太約嘅吼，單上來講可以差唔多5點鐘行到苗栗嘅。嚇！而講以前細嘅時節，係講你去到山度，你可以去到地方，要走5點鐘。5點鐘單年哦，唔係2年哦。跟住要用累費，一年就4點鐘。4點鐘。跟住係講早上10點出門，轉到幾多不下嘅時間，可能係暗晡也10點。係，故說我就細個冇天火，主要用火把控到路行，人哋講行到那一步冇。先生，你按後生，而家講到清楚嘅經歷嘅時代，真係用火把。用火把，特別冇數天筒咩，我也冇按用錢買哈。主要用個竹竿哈，用個報紙啊布要塞得，個頭髮有火油，人家講去北宮下，佢點嘅嗰種油燈咧，佢用火油哈，去個夾啦，唔好講拿啦哈，去個夾嚟灌落去哈，灌落去先帶到路行，酸得多嘛，轉到那組團霧哈，先扛到樹下，唔好扛到草坡下，扛得，行嘅差唔多是團霧嘅哈。主拿個出爐火，特別冇賴打，冇行個打火機哈，用個出爐火，點嘅這樣天天行轉咯。哇！所以也就會你同山嘅關係，對唔對？你講亞下嘅人係按樣樣，我有行下去歇山咧，我今天要去登山。唔過平常其實佢細同山好像是住在一起的感覺，對不對？係啊，那三橋太先生。係哦，係特別圖書家參加登山社。好，都淡水都圖書嘛。今日都淡水圖書，台北咧，我對圖書台北唔熟個，台北咧山嘅動作，因為迄個動作嘅山，迄個台北市嘅山全部台北縣咯，台北縣全部那都走嘅，山路那都走。各位周邊周太人，我就專苗栗，我就唔好帶台北嘅空氣特差，就專苗栗。專苗栗我有搞到苗栗嘅自然生態學會。特別行動路，學生時代行嘅100340座，可是全部都行過一點點。冇人了解地部嘅故事啦，乜嘅植物，全部都唔了解，就偏偏行點點。加入生態學會家，就慢慢地開始，用慢慢的方式去看山，可以看識也乜到底係乜嘅東西，也係乜嘅特別嘅東西，慢慢地進入來呢邊山地部。其實先生就是年輕的時候就輕中醫山，就是你很喜歡山的那種感覺，對不對？哈，其實歇山係按樣嘢，其實一下有輕懂人歇山嘅感覺係運通嘛，對不對？看風景。可是真見像先生亮茶先生跟山這麼親密又這麼接近嘅按樣嘅感覺，還會知道其實你歇山那個意義不一樣。就像老師說的，你看到的是植物的不一樣，對不對？或者是你看到的是大自然的力量也好，或者是你看到這個歷史的軌跡也是有可能的，對不對？飛雲高兄先從這一張，這個就是老師帶來的。講亞種係亞種，最愛登山社嘅
50周年庆刚刚做出来的头巾。对，这是头巾嘛，因为我们一宽开就吃过这些头巾。不过老师，你的头巾真的压力很大，你上面还有百岳图，所以这美安医生一共真的好棒的，有没有？哇，拿下来上面还有百岳图。老师，这个百岳图你自己已经爬过多少座了？昨天按摩吗？会排谁吗？唔我去山下无同无共样。有的人去山下就会去拼命的呀。冒险泛滥，然后到上野从带着相机游山玩水，看好看的地方，行冇去過嘅地方，終點都有。所以我去過差唔多30幾座，終點就冇去過嘅。該去的，值得去的，終點就要去。哇，好棒！冒生命危險的，就。可是某个对，因为其实这个概念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哈，概念不一样。我觉得每个人到山你去山，你得到的那个大自然的回馈是不一样的。不管在心灵上面，或是真正你实际落实在生活里面，我相信那个感受同意义都无共用。不过金不义真给你看哦。哇，那时候2位老师共同3个时间，那个眼睛是雪亮的，有没有？好像哇很有精神的样子。不过一开始同大家来讲，其实根本你唔可以按简单同大家来分享去山这件事情听听。其实我们要讲的是古道，对不对哈？因为古道听起来好像比较，我可以当作是较简单啦，吃到较轻松。不过我先跟大家分享，这是今年最新出的一本书。哦，对不对？老师，你要帮我们介绍一下吗？哦，对，那本书天下杂志出的哈，很多张之细路。是，好，张之细路，他好像哦，客家人呢到台山县哈，就同樟树最有关的。所以佢製作是樟樹。哦，細路嘅嘛嘅，客家話細路。細路，就張之細路。加因為名哈，加張字就用塞夏族的樟樹。是。Lanos。Lanos 細路。他也用塞夏族的樟樹把它放進去。我愛用看一下呀书哈，我真的觉得好棒哦，因为这里面其实有15条古道给小给，而且周地公有15条古道给故事叠度。不过，给不给同大家来分享哦，我们要来好好介绍一下。比如说，因为这一篇我先翻到我们大家都比较有名的啦，鸣凤古道。好，这样讲，其实这个古道用给欣赏都很熟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古道在这里面特别叫，是因为老师这听说是你带着他们去行一边呢。就有扎嘅叫個，頭都聽下編輯咗來。好，叫大巴幫啊，用嚟看下度行面古道一下。好，今日幾冇講乜嘅呀，就帶他頭嘢，乜嘅都冇帶一股呢種嘅。好，今日先冇嘅師範大學教授一來。就是講，我對這個對要有興趣，好啊，當然少去。用以想象當中等好高的地方，行下上就行5點鐘，到蘭州小學門口行下上。行無算轉來哦，就行過去。行過去都5點鐘。就算時常講嘅強用啊，5點鐘，好冇？走。結果咧？結果5點鐘以後。比如文章都寫出來呀！真的，哇哦！佢專門，佢特別都係啲專業嘅文字誒，對，同佢寫，5點鐘行轉佢文字都寫出來。係，太棒了哈！鄉親朋友，喺講以上嘅了解鳴鳳古道，當然你做啲看書，不過基本用用啥現場給你做啲同大家來分享。咁老師，你要不要幫我們分享一下鳴鳳古道有冇個特色啊？有冇個故事？伊頭擺吼，雖然講鳴鳳古道，佢名沒按照鳴鳳古道啦，吼，因為佢喺幾十山喺鳴鳳沙區啦，佢按頭擺因講吼，斯坦民要去東山府，頭擺講去東山府，佢嗰邊人過來做按照向東排，吼，頭擺佢過來佢講幾條路按照向東排，我就過去就講，我去東山府，好，但是因為有一個文先生嘅當採體嘅文先生，佢發通嘅後生年啊，就留頭擺因講古土啊，吼，仿佛得幾十年咯，佢那長起來，佢想我應個名嘅，佢就想到，我喺度做鳴鳳沙區、鳴鳳山，吼，佢就講，將就做按照鳴鳳古土啦，吼，嗰日本政府列到嘅十大古土地帶，一般像呀，上禮拜6、禮拜日，差唔多有20人台遊覽車全省來嘅。伊斯蘭台，伊行
行民风骨头。啊，有冇很挤冇？先生？迄一多年来，唔會擠，唔會擠。佢當個路動都跳啊。係啦，係啦，佢按你來你去吼。唔過見到冇可能行嘅5點鐘啦。冇可能嘛。3點鐘，3點鐘。有3點鐘沒清理開呢，係冇？3點鐘。有哈。我說，那老師，那你覺得民風古道對你最吸引你嘅地方係乜嘢？因為骨頭暗道，你做得。按你講哦。石潭嗰度係水源保護區。係。一骨頭行呢，其實我做過調查哦。譬如講用鴨台灣有280種，可是民風骨頭有150種。哇！就味道減40%到50%嘞。哈哈。也地方生態很原始，就講行錯嘅東西行到嘅冇變破壞得啦。係，而地方當到譬如講地方咩當到木，按講蕨類有冇？蕨類我行一個，算係60幾種。按道。真嘅，真嘅，所以其實做啲唐先生講，大家是做啲了解。其實按用嘅骨頭，其實伊唔係是韓國戲，其實當然韓國戲做啲講述當好嘅空戲啦。咁嗰時從先生講嘅，應該有做台灣是做啲看到超過，先生剛剛講到140種，對不對？140種嘅用鴨嘅肉嘅，還有冇用嘅植物哦。所以其實除了民風骨頭，還有當到嘅骨頭，好講你聊下，等下就真係講。東方魚道場同兩界先生讀節目地圖，然後大家來紹介骨頭，對不對？你看哦，其實骨頭100多，光我們剛才看到台三線就有150條，所以你看我們剛才講一個，有沒有民風古道而已。不過其實公司採訪按用嘅骨頭真嘅係青豆，像先生有講到像仙山骨頭，老師也很熟，對不對？佢頭擺挨到石潭面吼，愛去仙山拜爺啦吼，冇做行到南莊去做些，因為南莊特別大灘咧，去大灘咧挨到有到如講有人到去上班咧，嘢叫行到幾片大灘咧，嗰度叫行仙山骨頭，但是仙山骨頭因為後尾又開過宜西線嗰啲巴士行嘅地以後，叫做房鐵嘅啦，房鐵以後最近也幾年吼，我帶陣沙期睇學生誒，我就想講，要爭起來行吼，咩意神奇？因為按講啦，石頭行轉西片嘅就係民風骨頭，行轉東片嘅就冇啊，較少吼，有馬林沙啦，特別馬林沙嗰條又係哪位條？佢係塞夏族嘅人，佢愛叫人用愛林子家下叫行轉南莊嘅，吼。佢嗰片就人家講咧，人講咧，苗栗有泰雅族，有塞夏族，塞夏族喺兩個地方，一個南莊，一個石潭。嗰個佢拜雅家，就講叫愛林子家喺吊橋下做石潭啊行過嗰片，嗰條就係馬林沙，佢喺咩橋咗石潭行到西片，東片嗰片，行轉佢講嘅向天府嗰片。那片呢就講老師底下講嘅時間，我真嘅我的腦中是一直在畫地圖，你講，現在你睇下，我真哦石潭哦向天湖嘛因為就是青嶼甘肅哦，迄個看節目節目嘅人嘅鄉親朋友，迄個你對石潭青熟咯，就真嘅做啲地形上講嘅嗰種嘅方向有冇？對不對？哇，老師你真的好熟哦，一針到。因為特別細做喺度嘅哈，石潭嗰種喺度長嘅路哈，一下知道。張開始長個咩冇辦法哈，因為潛到橋路啊，當塞嚟咪哈，個天然就長較唔順勢啦，天然以後就潛到嘅路哈，嗰個鄉村也天數嘅啦，也攀岩嚟天數哈，嗰個沙期大學嘅欣賞啊，第一係天數，嗰個也就長到當好行。當時也冇想到講有辦法都基本按好行嘅長度，很讚哦。其實公司採訪古道的修復，其實有台灣有一島連州，對，那大家都在想看啊，為什麼做埋我哋會做古道嘅修復？因為其實出題本大家多一條做得去行路嘅地方，其實經常就像你講嘅。行嘅按用嘅骨頭，其實你都得看到先人的遺跡，對，你都得了解嘅歷史嘅人很容易嘅生法，因為呀，你唔會冇事情行骨頭嘛，對以前的人，那可能對他來說是生活的需求，不過呀，他就變成
后来嘅仪器，休閒嘅一種嘅方式。唔過儀器行嘅骨頭嘅時候，就時常講，我哋看到用藥嘅，我哋看到某種嘅蕨類啊、植物啊，時常講，我哋了解顯影嘅遺跡吼，我們是怎麼那時候是用來生發的。像基本應該談時常按講過，迄個我真有去行嘅骨頭，我就會幻想着老師以前行嘅5點鐘去給風，還要。拿定嘅波霸嘅鋼書，你知道那種按用嘅感覺就冇用，對不對哈？要係仙人步道，仙山步道，仙山古道，或者可以做民風，民風啊。不過我這邊有一個很輕有意思，人家的這種順口溜，老師你談過嗎？哦，一定係編的啦。要你編的嘛？沒有，跟嚟講，聽下都。因為藍色小湖都民風古道的登山口嘛，嘿，我個相東相西東西南北哦，全部有路口一行哦，這裡編一張名，好可愛哦，請等一下，有都兩小漁民中哈，嘿，個2就268古道，個東片呢，嘿，好藍色小湖都總結哦，好，5個護漁步道南北，南北護漁步道哈，民是民風古道，民風古道就是向西片的，好。給中樓步道是向南邊的，東西南北從不出有行。所以要講這表示什麼？除了是好像一個輕有意思嘅順口溜，在個步道真的是很豐富的。其實還有一張很深的意義，那像哦，用這樣都敲鐘的很慢的畫面。老師你在兩個小魚在敲一個鐘，敲不響嘛，因為也沒辦法敲鐘嘛。對，所以這個任務是很困難的，就是我們做這種。古道的推廣啊，生態的教學啊，其實是很難的一件事情。是，它背後是代表的 Mission Impossible。老師，你這真的很深的，有青島你給寫文章，要寫詩嘅時候有長頭詩，有沒有？我們這個可能，你看可能唔係，這有點類似，有沒有？你看兩小漁民中，可能這什麼意思？可能只是一個順口溜，不夠有意思哦，這是一個很輕困難嘅事情，對不對？哈，所以不過老師這也呼應一件事情嘛，就是說，其實古道的尋覓、古道的修復，其實是我們現在大家其實有一群人很努力在做的事情。對啊，就像欣賞給做嘅事情就會按用你嘛，對不對？你看老師修復之後，我就覺得鄉親朋友，迄講大家真嘅有時間，要做對去行給老師已經修復的仙山步道，就會按用嘅感覺嘛。對，我有去過迄護漁步道，覺怎麼樣？覺得都諗到想去問下，因為我會緊張嘅，我去過護漁步道，我說嚇，嘅按斷。唔會啊，也可以撈錢嘅，也係大同嘅，可以撈到中路步道。佢列到。已經大同嘅，因為我去護漁步道也係清久以前。特別冇同。不過我以前去嘅護漁步道，係我唔記得都經過藍色小屋嘅。就雕仙橋隔壁啊！伊看到按用個戲言後尾啦，佢特別戲言嗰個吊橋順嘛哈，嗰個吊橋沒有意思啦哈，特別吊橋啊唔係政府做嘅了，佢大家出錢，出錢嗰個佢順當於一個殺筆下單哈，賣水多錢賣水多錢哈，如果2片人員哦，哦可能出1000元啊2000人員哈，做一個吊橋，佢唔係政府講博看下來大家愛做嘅。其實我相信，因為以前啲節目底都有同大家寫嘅個石拱橋，有沒有？其實啲有冇？制服嗰邊有，制服嗰邊有。今日講糯米橋啦，唔單槍，唔迄個你有冇嚟聽聽？就是按用嘅石拱橋，其實就像先生講嘅，按用嘅石拱橋，其實以個偷離嘅橋呢，因為以前嘅你過去，這中間如果是有一個。我們說溪流也係公用嘅，其實也係唔係政府，也係需求的人，佢可能有生意會出錢，大家也係講出力，大家強下檔，按用嘅石拱橋給蓋起來，就像時常講嘅吊橋係強用嘅偷離。不過同大家分享嘅係乜嘅？其實你去行嘅古道，時常講嘅有用鴨嘅，其實鴨要講的其實是，老師你會跟我們介紹像台灣特有種，對不對？我們也是在獅潭做啲款豆。等你講個，等你而家動作。專門喜歡的，全世界冇就台灣有嘅東西，等大家看。好，像人家看到嘅，也都白質加蔥，佢搞放到水溶面。水溶面嘅，溶面嘅蜻蜓嘅對嗎？水溶面就到水邊嘅蜻蜓，水溶面。這蠻好理解的，對不對？都得理解。不過用法語來講啊，其實欣賞講了一個很有意思，就是它的命名，大概看到這邊有白點。對，白質加蔥。我覺得這樣學東西就很快嘛，哈，超嘛哈。你生態當簡單啦，
可能圖較好開解。我知道真嘅，我看那圖有冇？圖像記憶係有冇？所以你看到啊有個白字，你就知道又係嘛嘅。其實係現場帶來嘅，唔過有一幾麻喲。嚇，真係冇辦法分辨咯。有薑卵啊，看到冇？幾米哦，米都碎啲位咩？嗰啲薑卵，薑卵啊，米我都斷碎啦。真的哦，其實你看到真嘅會看到是細節清楚有冇？你按用走馬看花聽聽，看到你可以去研究。水很強，看到冇？啲水啊，強一張油。也是，冇搶住冇。要不是給一個生態，其實都要它保持的肥蟲嘛哈。還有一個蒸青蟲就會亮，這個哇，那看到嘅時間我有嚇一跳，那種形狀要整緊嘅顏色係冇？真係啊，真係哦。同家幾隻白字甲蟲一堆哦，一隻，它家裡面好水溶嘅。可是國語很多青雞，你看到冇？強色的肌膚，好琉璃色的翅膀，所以青雞琉璃豆娘。你看，後面會可能欣賞分析過一張才背得起來，有嗎？青色的肌膚，然後琉璃色的翅膀，哦，所以叫青雞琉璃豆娘啊。看到就會釀嘅，看到就會釀嘅，欣賞有記起來哈。有哈，也沒去台灣特有種，對不對？台灣特有種，全世界都台灣特有。現場係每一下像按用嘅東西，這些石潭都得看得到。我在其他地方還有哪裡再看得到？我講水槍誒，冇污染過嘅地方，大部分看得到。山橋會較多，就山上水溝啊，山橋嘅一般其實看得到。現場你也看過啊？看過，伊記住山上嘅外頭，按樣東西就因為外頭迄個地方係水源區啦，水源保護區啦，係面的水庫嘅啦。所以佢冇馬湖呀，同鄉里。好，亞種就簡單嘞，那就嘅啊。那很簡單，他講你很閃臉嘞，閃臉嘞，閃臉嘞，臉就聯誼那個臉，有時候亮暗嘞，好，佢後腦臉嘅一枝花，一枝花。你講下神地有一隻八仙，你看到冇？有，所以很多一枝花，也台語。八仙呢？真嘅。可是國語你有係唔對嘛？國語很多台灣馬口語。台灣馬口語，然後客家話閃臉，哦，你嘅後腦，也沒全世界就後腦發這一句話，好有趣哈！故說唔看到大家看到也可能知道，要乜嘅特別期，要整件係真特別期，台灣特有種，對不對？因為公司採訪，係講你整件某些按用嘅某些石潭按用講好嘅，基本嘅係講你某些石潭某些去潛呀去看呀去行按用嘅骨頭，你可能就沒有辦法看到，原來台灣有按用嘅東西。對不對？這是不是也是泰卡？我們說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去走古道，泰卡去了解我們了解自然的另外一個清後嘅風色，對嘛？哈，就像因為6樣嘅時節，其實欣賞6樣6個會有停電的嘅星期6日就要再去。還能其實帶後山咧，可以爬山咧。真勁哦！我覺得真的輕鬆對吼，唔講欣賞真有意思。俺問佢講，哇，你真的老師，你真的好，很積極，很活潑。佢講啊，冇法度啊，去欣賞，嘅學生愛去，我就愛去。唔過，基本嘅繞牆道了解欣賞呢度節目地圖，然後大家咧小解講，其實讀試探兩隻題目，其實有大家可能你上唔到嘅骨頭做得去按用有料，還有家下講到嘅台灣嘅體育組，還有乜嘅升旗嘅事情，做得撈大家分享，聊下集中嚟講。其實咧，大家出去有聊嘅方式有動多種，今日大家咧分享，其實做得去行嘅骨頭，因為就像先生講，一般人去有聊嘅時間就會食點心、食東西，當然係要去上，即聽錯嘅嘛吼，希望就會去落嘅，我哋真係清好嘅，不過其實出嚟按用嘅方式，其實還有做得行嘅骨頭，嘅鋼索完全都冇共用，你較輕鬆嘅有冇嘅，唔是帶鐵道嘅東西就去不過大前提是要看你走的古道，係咪5點鐘啊？你講喺5點鐘啊，可能會有心理準備。我去嘅前1個月啊，就會慢慢準備5點鐘，不過看你用一行。基本嘅還有我們說到很多嘅骨頭，不過有一個古道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就是這個制服骨頭，佢一個特殊嘅語言啦，哈，佢很多台灣人都開制骨頭啦，開制，因為我石潭神山洞都做嘅咩，貴族嘅加嫩族嘅係做嗰種嘅製漿嘅原料，佢攞石塊姜下好尖，姜下尖到幾個台灣講到芋頭，好，嘅芋頭好尖，
积美以后，其实会变到粉末型啦，哈，捞起来就做个厨子，厨子当开出去，开个，就讲压骨头，开到个头部，当用茶最多个中南，中南做嗰種嘅金銀紙啊，銀紙嗰個金，白牙嘅紙。你談看啊，一係咩隻故事？要講一係咩給龍時給神拜嘅風色。你看我們看從，你看這樣子，所以。走這個古道也不是只是看風景而已，你看欣賞一燒給你就底哦，原來安陽你以前係開字骨頭哦，我們那時候是怎麼樣做紙，為什麼要走安陽嘅骨頭？所以這就是一個清章都嘅實行。看，就像欣賞你真的發明青島嘅桌遊有沒有？你看玩遊戲嘅同時，其實就會背歷史、背文化知識，有高有嘅意義。那我覺得走古道也一樣啊，對不對？唔可以想聽聽誒，唔過基本同大家來講嘅係乜嘅？安陽嘅骨頭其實做啲看到油桐花。哦，青島，青島吼。史談來講吼，因為頭擺油桐樹啊，吼，有人講啦，喺我們日本人可以種唔同啦，一定要用油桐來人講哦買起啦，吼。但是實際上唔係咁樣，實際上像我頭擺，我爸爸也就幾隻時代嘅人吼，油桐樹清貴，佢要做嗰種嘅種木米，很多椴木的那種，現在叫椴木香菇啦，椴木木蜜哈，特別種木蜜，不過油桐樹特別當貴啊，跟油桐製作炸油，炸油嘅話吼，做人家特別做餅呢哈，出嗰種嘅皮帶嘅叫人做銅環哈，出皮帶，嗰個人細細嘅特殊哈，用煙嘅烤絲紙，跟人多油墨哈，糊嘅去烤絲嘅哈，啊，嗰個做係嗰種嘅。米濃嘅叫自散，嘅炸，嘅炸我塗油就唔會流水嘛，哈，主要用油桐嘅嗰種嘅油嚟裝嘅。自炸嘅藝啲，唔講係冇上到嘅皮帶嘅銅環呀，周波餅嗰張，周波餅嗰張點係上講排勢，周波餅細嚟，跟時常講嘅乜嘅自什麼油墨藝術，藝啲嘅米濃嘅自炸，我都藝啲，唔講皮帶嘅銅扣也係，哇！特別皮帶嘅阿邊個嘅嗬，佢當要檢查，如果可能我按用唔係上古啦，叫我按黃黃嘅嗬，出邊檢嗬。真嘅，古時候嗰種時嘅阿邊哥真的很整齊，哇，都要亮亮的，按用嘅感覺嗬。所以這就是它的那時候的經濟價值。嗰個一次嚟講要花好嘅替代替啦嗬，替代替其實冇人愛按樣東西，但是因為學會飛機有按樣嘅發通，按通話機、通話機。嚟噴嘅發動，把要頭擺一種按樣產生啦，要恢復起啦，電腦較好哦。頭擺嗬，頭擺一算機呢，一件多錢，也唔係了。也呢油桐樹下嗬，是價比嘅話，一比都200個元哈。頭擺幾百件呢，但賣到200個元。行家賺錢，行家賺錢。尤其嘅有民宿嘅嗬，嘅行家好，用頭擺有個油桐花房啦嗬，嘅一本6000元，係嘛？哇！主要叫油桐花。就是欣賞講，因為你黑多幾片嘅時間，可能你早上醒來的時候，因為它花期短，對不對？欣賞講對，花期短，就看你嘅運氣，就看你嘅運氣，你哇，那早上起來一抬頭哇，滿坑滿谷嘅油桐花，真勁哦，較貴哦，5000塊哦。我用6000元咯，哈。6000元得貴到啊。不過一下啦，雖然講也沒有利有嗰種嘅春遊嘅補助啦，哈，也做政府配合政府嘅，政府他要補助1500元一3年，哈。啊，沒有理由嘅縣政府要加哈，然後跟民宿也就兜股講，你黑價一年哈，我就減1000元半，就等於講賺到1000元。但是你講4年、5年、6年咧，投1300哈，500個元咧嗰種嘅獎品禮品，500個元。按好，唔講我可能冇法度去發，用嘅4000元、5000元，我就自己去找秘境，對不對？我就像經常講嘅1天的輕旅行啊，就去找秘境，其實還是可以的，對不對？不過可是我哋真年輕有誠意哦，欣賞真的很有誠意耶，因為怕大家點樣旁冇法圖看到嘅油桐花，然後看到係有冇照片，有冇？欣賞你真的，這個油桐花跟油桐花是欣賞帶來做嗎？老師，你什麼時候去？根本你走水去集嘅，然後帶來讀鴉片同大家分享。唉，我竟然其實第一擺看到油桐花就會根本嘅，也係我竟然第一擺看到嘅5年前大家講嘅。不過大家可能會想過，我帶用欣賞帶愛用嘅油桐花係乜意思呢？欣賞你這樣子碎碎的帶來是有什麼意義？你講嘅碎碎一片片的拿出來看。你是說一小片一小片的嗎？一小片的。哦，做得哦，可以哈。你是說像按用你嘅？照。好，呀，一片片，
一片片掉下来吼，去油桐花去麻。哦。哎呀，可能个掉下来呀，从五叶雪掉下来，全部都公的。原来有分。有分。是不是？老师俺问你哦，俺呀，C day，对不对？结果一类嘅按像按用你，就是你说的是像这样子。对，也就公的。哎呀，上油桐花都上公花，cái木花吼，佢早上10個雷天天拿，冇人講啊，唔會落雪。哇！公嘅怎麼落雪？哦，嗰時候大家去看油桐花嘅時節，除咗欣賞講嘅個經濟價值的這個故事跟這個理解之外，其實就像欣賞講，你要去理解你賞的是公的還母的。黑妹按公欣賞對吧？是哈。那為什麼老師剛才考試考你？我還要想題目。摸一下，為什麼掉下來的是誰？是為什麼？公的會掉下來的。嘿，為什麼？為什麼是公的掉下來？留在樹上沒有用啊。你看，我其實要聽到的就是這個答案。公的留在樹上冇好，要去哪個陷阱？沒事，老師請繼續，嘿嘿嘿。跟麻喏，麻都樹蛋狗結籽啊。哦。佢哋將將都冇辦法結籽呀。超麻。對，所以母的比較，欣賞，你有聽出端倪嗎？母的比較有價值。哎，其實留着樹蛋啊，留着樹蛋，哎，公園一共沒有什麼路用啦，給我拿來。老師，欣賞，這是個欣賞補充的。他說公嘅冇乜該用體咧，用體冇好跌下來。古時候沒有，我覺得這是一個清斬掉嘅底色，因為大家去看油桐花，就會欣賞講嘅，你啲油桐花樹哈，連個咖比嘅是1比200 K 嘛。可是你有沒有想過，為什麼掉下來的是碎碎的，對不對？或者是公的掉下來，母的其實是蝶書紅嘅，這個其實是一個很棒的知識。我真的很慚愧，哎，啲油桐花嘅存在按度嘅，我那個經濟價值啊，欣賞有配高，不過按用嘅東西係根本伊真嘅係天拜堂度。哎，相信青島嘅鄉親朋友好可能行欣賞，所以我該這樣提高哦，原來會按用你，這好棒哦。所以老師，這也會設計在你的桌遊底度，變成類似植物卡用嘅東西，未來。禮拜冇做到啦，你東西太多誒，太多誒，人做嘅東西又冇辦法，馬個就變我哋咩文化太太嘅，生態咩太多。不過以後會做，對不對？其實節目最後其實同大家來問一個問題，就會一般來講，其實去行嘅骨頭嘅時間，我們還是先想好你要走的是幾小時的一重嘅骨頭，我們還是要有一些裝備，對不對，欣賞？走。對，有沒有什麼一定要在這裡同大家來提醒的？比如講，做唔得做嘅高踭鞋。我當然做唔到。要青島嘅人，佢真嘅要做嘅高踭鞋去行嘅骨頭腰呢？迷你裙呢？迷你裙沒做唔得。好，呀，這個確定做唔得。那有乜嘅裝備其實可以給大家一些建議嘅嘛？我咁講啦，嗬，因為有啲人唔止講，佢講嘅一種嘅骨頭佢都散好咩？係有落高椅啊，佢唔會走，就有個樓台啊，就會電影啊。我電影啊，有啲人就做球鞋啦，嗬，乜嘅按樣便鞋啊，做上去啊，嗬，佢就會跳到哦。前後嘅做水球嘅前後，水球嘅前後啦，其實唔會挑人嚇。嗰個講唔能用哪個古創嘅，用古創嘅嚇做保護呀，幾講嘅切頭嘅。一整件嘢無法到你清後上，就想講，哎呀，挨喺後上你冇想過，因為時常講，喺講你做嘅係嘅平的，就會挑到。會挑到。哦，一係係嘅部分。嗰個我帶樹蠟嘅啦。哦，樹頭。我帶樹頭啊嚇，留到有索嘅一條嚇，樹嘅溜皮，呢個樣用樹起來嘅溜皮。好，按請簡單嘅欣賞有冇影片？有啊。譬如講，我哋叫我嘢你濕曬啲嘛。錯。啊，有啲人係會開啦，有啲係唔會開啦。係啊。有冇？安尼叫我上山加，最會開到標哪啲嘛？最後。對。你應該講啦，因為行邊咧，我落隊咩？落隊就係要你去聽書，聽書講，聽書來，對啊，係要最強。係。佢最前面咧咯，佢前面我附近認路咩？係。咩做咪聽鳥個？還是要很強。沒有聽你第三強，我都不最前面。嗯哼。好，佢前面有擺一點點的嘛，前面擺很鳥嘅呢，他看唔樣不用前面。哦。底下停到。哦。一般中間的就不用，身材不用做乜嘢，係咁樣嘅。要注意哦，因為按你當隊伍上以下安全，真嘅，他唔好有狀況。其實咧講到其實兩件事情，不管你係正式嘅其實線上講嘅百岳，就係個係行愛用嘅骨頭，是用線上講嘅。其實
安全还是要注意，安全还是要注意清楚啊。时常有讲到啊，比如讲，迄讲有棍的，你就会带棍的；有树蜡的，我也有树蜡的。迄讲做得穿个雨鞋、水鞋的，其实要用迄轻松的。OK， 迄讲正经你用登山鞋也还做得啊，就是那个底不能是平平的。唔讲还是要挺有意思。迄讲你迄一群英雄啊，也是用时常讲诶，第一少会轻巧，最后一个也会轻巧。然后做的比较前面，我觉得大家互相帮助，就等于在亲友哇，很棒很棒，爱用给古道旅行哈。所以今晡日真是东港茶东风也是龙沙线上那都节目地图在分享。欣赏你下次有桌游，我们来现场玩一下，走得吗？走得好。不过今晡日真给请讲一下，下次有机会再邀请欣赏来到鸦片，好感谢啊。好，天天好来做乜嘢咧？做认同了。